有人。哎呦我的妈！哎呦我的妈！金个灯的小青青。有人。哈！哦！哈！有人。哎呦我的妈！好丑哦！他这吃，你不晓得你喜欢吃粑粑？哎呀，好丑哦！真的。你爪子？哎，你不要过来！上呀，这下。哎，走开！你不要管我，求你了！哎呀，哥！哎，不是使点嘛，上点，再上点，我抓的。这浪费了，吃完嘛。啊妈！啥子？好不得吃？哎呀，你上一下吧，还是好吃，真的，你快上一下。哎呦我的妈！我已经尽力了。我看出来了，那怪不得锅了哟。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我是万万不敢相信的。咋停了呢？哎，赶紧做饭去！哎呀，还让被开狼呢。哎，赶紧做饭去吧。本意是教育孩子不要害怕精妙，没想到自己懂就把孩子拉倒，觉得挺对不起孩子。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我是万万不敢相信的。先不用加班，先回去了啊。我想要怒放的手，我想要怒放的声。老天，老天爷！那老风吹来清流，哎呦我的妈！今天七夕给老公准备一个爱心巧克力，事情肯定没那么简单。把巧克力拿出来，请出准备好的鹌鹑蛋，倒上巧克力酱，将鹌鹑蛋裹上一层巧克力，将冻好的巧克力重新给它包装好，完美不留一丝痕迹，放入冰箱冷藏起来。可乐加点料，然后放入冰箱，完美可以叫他起床，骗他我去上班了。我去上班了，冰箱里有吃的，你自己做。Later。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我是万万不敢相信的。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我是万万不敢相信的。哎呀！
没事吧，先生？谢谢啊。有病！哎呦我的妈！打他！打他！啊！你怎么一干仗就给我打电话呢？你一干仗就给我打电话，他对方现在什么水平呢？啊！啥还没有？小朋友，小朋友好，社会很单纯，单纯，单纯，单纯。哎呦我的妈！复杂的是人呐，复杂的是人呐。哎呦娘！娘！哎娘！多去了。哎呦我的妈！有人。哎呦我的妈！有人。哎呦我的妈！哎呦我的妈！
吓我，这拿这玩意儿吓我，这有啥可吓唬的呀？哎，这糖，这有啥可吓人的呀？就棒棒糖嘛，这好像有个东西，你摸。他出的主意，他出的主意。看我今天怎么整马云。Surprise, motherfucker！ 李多余，我掐死你！有人。有人。哎呦我的妈！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我是万万不敢相信的。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我是万万不敢相信的。